鼎鼎大名的折剑山庄，原来都是一群酒囊饭袋。詹大侠，你门下弟子云云，就没有一个能站出来和我过招的吗？哼，看来这个生死状可以兑现了，你好自为之，自断双臂吧，以免让天下人笑你詹大侠言而无信，是个孬种啊！嗯，师傅，师傅，快住手！灵儿，你怎么了？该来的人终于来了。叶大侠，久违了。师傅，对不起，那粥里有毒，我真是不知道。你没怎么样吧？没事，为师不会怪你的。又来一个送死的，小兄弟，你入门不久吧？啊，看看你这些师兄弟都成了什么德行！战天云，你这个老匹夫，就会误人子弟。你再敢侮辱我师傅，我真的对你不客气。我就不信了，战天云这个窝囊废，能调教出什么高徒来？不准侮辱我师傅！影儿，大师兄，你没事吧？英雄哥哥，大师兄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好歹我岳东来也是一派掌门，杀你这个无名小辈，简直有辱我的身份。我不是无名小辈，我告诉你，我有名字。老大叫我鸟人，老师叫我英雄哥哥，这里所有的人叫我大师兄。师傅还告诉我，我有名字，我叫叶红影。你就是叶红影。长空，正所谓泰山倒，朝廷不倒。岳掌门，一个区区的叶红影，就把你吓成这样了？好，叶红影，今天你就是长了3头6臂，我岳东来也要会会你。快跑，英雄哥哥，他有剑，快跑！神机营第一杀手，拔剑的。我连剑都没有，拔什么剑？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快把我下来好不好啊？是你师傅让我这么干的，我也不愿意呀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打狗还得看主人的嘛！啊！灵儿，接剑！这么短，这不是公减料吗？英雄哥哥怎么打呀？灵儿，以静制动，看清楚他的剑招。以静制动。杀人了！我杀人了！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血，我手上有血，不行，我要洗干净，我要洗干净。把侵犯拿下！是。我不是有心的，你们干什么？我不是有心杀人的，不要抓我，不要抓我！在我与叶红影分出胜负之前，任何人不能动他一下。大胆长空无名，
竟然公然和我东厂对抗，这可是9000岁亲自下的命令，谁也不敢违抗啊！鄙人也是情非得已啊。战某不敢为难李公公，更不敢触怒9000岁，只是想给烈土红影跟这个小孩做个保。话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恐怕谁也担保不了。灵儿，到我房里把免死铁券拿出来。是，爹。铁券？难道天云兄想用免死铁券为二人担保？没错，你知道就好。当年先皇颁赐战某3面免死铁券，我想以其中2面免死铁券保他2人。可是，天云兄，这大明律法明定，只要不是犯了弑君叛国之罪，那就算是犯下滔天大罪的穷凶极恶之徒，皆可免其一死。这一点，厉公公不可能不知道吧？这个，鄙人清楚。那烈土红影，向来不是犯了弑君叛国之罪吧？自然是。难道这个10岁不到的小孩有可能犯下10恶不赦之罪吗？所以，恳请厉公公网开一面，高抬贵手。好吧，既然战大侠执意如此，飞鸾就一定卖这个情面。不过，鄙人把丑话说在前面，日后他2人只要踏出折剑山庄半步，我一定会公事公办，不留情面。一言为定。爹，免死铁券在此，劳烦厉公公转交给朝廷。好吧，既然这样，我就不打扰了，在下告辞。回府。是。英雄哥哥，他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叫长空无名的人。你仔细看看，你认识他吗？你们以前是不是朋友？我不认识。你不认识我，可我早就知道你了，叶红影。今天见你一战，你还真不是浪得虚名。我什么都不会，我真的不会。你不要过谦了，你今天有伤在身，我不想胜之不武。3日之后，长空无名会重返折剑山庄，到时候你我一定得分出个高下。我不好玩啊！谁呀？这是干什么呀？没吃没喝的。庄主啊！哎呀，是你让我这么干的呀！你也不能不管我呀，好歹让我能够着这条鱼也行啊！大师兄，这次真的要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那群坏人不把我爹逼得断去双臂，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你是我们山庄的大恩人，我替我爹、替师兄弟们向你道谢，你就受我一拜吧。哎，战姑娘，别这样，我受不起啊！不，大师兄，你绝对受得起，你是我们山庄的大恩人啊！你别这么说，这么说我受之有愧。师傅还有大家对我都那么好，我为你们尽点力，是应该的。英雄哥哥，你是当之无愧，怎么会是受之有愧呢？刚才的情形多危险，我们大家都看见了。不过说起来，我的功劳也不小，要不是我在旁边吟诗，你哪能想起那个剑招啊？就那招叫什么？哦，听他劈了。人远说得对，今天折戟山庄化险为夷，他们2个是居功其伟啊。不过，战姐姐，既然你都知道英雄哥哥这次帮了你们大忙，那你以后对他好点，别再欺负他了。我知道，
大师兄，以前我对你实在是太过分了，你就原谅我吧。看你们兄妹摒弃前嫌，老夫很高兴。哎，师傅，爹，庄主，你没事吧？爹，你没事吧？放心吧，不碍事的。我已经运功把体内的毒逼出体外，休养几日就没事了。啊，这次遭人暗算，我看这界山庄再无宁日了。还有那个长空无名，他放下狠话说3日以后找你比武。看来你要跟他分个高低呀。这就奇怪了，师傅，我又不认识他，他为什么一定要跟我比武呢？人生在世，就是名利2个字。放心吧，到时候为师一定尽力为你化解这场不必要的虚名之战。师傅，我给师弟们都已经服过药了。怎么样？严重吗？您放心吧，服过药以后，他们都已经无碍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刚刚幸亏有你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刚刚大师兄那几招，简直就有庄主的风范。对，大师兄，你要是当上庄主，大伙儿一定心服口服啊。对呀，是。对，英雄哥哥的武功这么好，以后要是你当上庄主，就没人敢来惹事了。哎，别乱说，我连自己吃谁都不知道，哪能当什么庄主啊？别拿我开玩笑了。姚北，啊，徒儿在。宽儿的后事就交给你去料理了。师傅放心，我会亲自处理的。哎，宽儿生性不济，他是你们兄弟里边最让我操心的一个。想不到到头来还要让我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。扪心自问，对宽儿，我已经尽了一个为师为父所能做的一切了。哎，圆圆，我去弄几个小菜，你去准备碗筷，千万别落下什么东西啊。记得带酒啊。放心吧，姐姐。哎呀，哎，来人了！哎呀，欢迎欢迎啊！看你的情绪，应该是大获全胜吧？哎呀，胜肯定是大获全胜了，但是跟你没关系，因为差点被你搅黄了，所以呢，你没有资格吃我们的。哎呀，算了，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楚。我们大伙儿啊，都想跟英雄哥哥喝一杯酒，待会儿再聊啊。你们还要喝酒啊？小少爷，带我一块儿去吧，我还能替你挡酒呢，记得不？我现在正准备东西呢，没工夫搭理你。你不带我喝酒也行，你告诉我，是谁把我绑这儿的？怎么绑上去的？废话，这还用问吗？当然是被人绑的了。谁呀？太可恶了！告诉我谁干的？谁干的这种缺德事？我当然知道了。谁？这还用问吗？这个人啊，就是我。圆圆，东西齐了，快走吧，别让他们等着急了。走吧，姐姐。哎，别这么走啊！小少爷，小老爷，白眼狼没心肝，白疼你了我。还是艾蒂姑娘对我好啊！哎呀，虽然有点疯狂，但是挺实在。也不知道她跟冬青怎么样。冬青姐，我还是觉得我们南方好，山山水水的。你看这儿，到处都光秃秃的，风也吹了，草也低了，我可没看见什么牛羊。看来那些什么诗啊、词啊的，全是骗人的。你哪来那么大雅兴啊？我们出来啊，可不是看风景的。这好不容易才出了关，我现在只想见到袁大将军。哎，冬青姐，那我们见到袁将军，把东西给他，是不是就可以回去了呀？哎呀，太好了！这样的话，我就可以见到我相公了。哎，这么久没有见到我相公，我都快想死他了。这次我见到他，再也不跟他分开了。哎，冬青姐，你说我们老穿着这身衣服，是挺像大老爷们的，可是我可是一个集传统妇女美德于一身的美人呐。你呀，就别再瞎胡闹了。虽说我们离开了锦州地界，但毕竟还没有见到袁大将军，所以啊，还大意不得。
你若是想尽快见到你相公，我们必须赶快赶路。怎么，肚子饿了？早就饿得前心贴后背了，好几天都没好好吃顿饭了。忍着点吧，等进了城啊，就会有吃的了。要等到进城啊！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！